九巴安達臣專線發生交通意外啊！現場咧就係喺呢個牛池灣街市對出啦，你可以見到啦，呢一架車咧係行走19號線嘅，去安達臣道石礦場新發展區嘅，亦都咧呢架車上面咧係設有呢一個安達臣專線嘅廣告啊，拓展九龍東啦，服務安達臣嘅。咁呢一架巴士啦，呢個九巴嘅巴士啦，喺呢一個牛池灣街市對出咧遇上一單交通意外，一架黑色嘅三菱私家車咧就撞埋呢一個巴士嗰度啦。咁可以見到啦，呢架巴士完全喺正線嘅，咁啊 cut 線嘅咧就係呢一架黑色嘅私家車啦。其實呢個位咧都周不時咧險象環生噶啦，因為好多時候咧啲車咧都想 cut 去快線嗰度咧避開埋站嘅巴士啊。咁我相信呢一架私家車好大機會都係因為咁樣啦，所以就 cut 咗去快線呢度啦。點知架巴士又埋到嚟啦，結果就撞埋去啦。咁相信呢一個咧係第一單係安達臣專線嘅巴士上面發生嘅意外嘅，呢架19號線發生咗呢個意外啦。哇，半個鐘一班車，仲要出埋意外，哇，咁啊真係有排等啦，等下一班可能即係有啲客可能要等成個鐘添啊。